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，何西阿书第1章第11节到第2章第15节，路加福音第8章第22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平静。诗篇46篇，大卫提到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移到海中，海水风浪很大，山因为海涨潮就摇动，我们都不用害怕。有一条河，它的水流到让上帝所喜欢的城里，就是至高上帝所住圣的地方。上帝住在那里，城就一定不会摇动。天刚亮，上帝就帮助他。列邦非常扰动，列国摇动，上帝出声，地就融化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和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我们的要塞。来看上主的所作所为，看他在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他折断弓，斩断枪，放火烧了战车。他让战争平息，全地和平。他说：都要安静，当知道我就是上帝。我在列邦当中受到尊崇，在全地受尊重为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我们的要塞。这个情景就很像是路加福音第8章22到25节的经文记载。我们看到，当耶稣基督与门徒在加利利湖的船上，忽然间遇到了大风浪的情景。大卫的诗篇也这样提到，海水浪潮非常的大，山因为海涨潮摇动，我们都不用害怕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们却是惊慌失措，他们大声喊说：老师，老师，我们快没命了。他们专注看着风浪，却忘记了主同在。他们自己没有安静下来。难道这是眼昏目花吗？其实这是信心不足。最近几天，我们都谈到了何西阿先知的预言，也看到了分裂的以色列与犹大国。虽然国家分裂，但得罪上帝、背离上帝这些事情上面却是一致的。圣经说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再次的联合，为自己推选一位领袖，
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繁荣起来。是的，以色列的日子要成为一个大日子。上帝再度透过何西阿先知说道：我的儿女啊，虽然你们的母亲不再是我的妻子，我不再是她的丈夫，可是你们要向她哀求，劝她除掉她脸上那一副影像，不再暴露诱人的胸脯。要是她不听，我要扒光她的衣服，使她裸露，像刚出母胎的婴儿。我要使她像旷野，像沙漠，使她口渴而死。这是一位被比喻为不忠的以色列国家。他们的眼目看到的不是上帝，而是欲望，是偶像，远离了上帝的道路。他们让自己陷入了自己所选择的风浪当中。虽然他们这样子的背离上帝，上帝也非常的不高兴。可是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离弃他们。先知何西阿又说：所以我要带他到旷野，安慰他，赢回他的心。我要把葡萄园还给他，使灾难谷成为希望门。在那里，他要回应我的爱，像他年轻逃离埃及时一样。以色列人、跟随者、选民、基督徒应该都懂得要从灾难谷走出来，走进上帝所预备的希望之门，继续享受上帝的爱。人前面的道路要自己去走，要自己去选择。一旦选择之后，就必须自己去负责任。除非走的道路是上帝所为我们铺成的道路，上帝就会为我们来负责。既然走在上帝的道路上，就必须全心全意的与上帝同行。要真心的依靠上帝。上帝的应许是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。因为人们需要上帝，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就发现了有许多的人，虽然他们一样在信仰里面，在上帝的同在里，却仍然跟这一些门徒一样，他们容易惊慌失措，大声嚷嚷。他们说：主啊，快没命了。按理讲，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好几位是加利利的渔夫，他们应该对加利利的情况不会陌生，至少多多少少也听过加利利海狂风袭击的事情。我们应当要学习全心的依靠，不要注目在风浪的上面。我们要让我们生命的主上帝陪伴我们，让我们在风浪中依靠他，让他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。
无论是可预期的，或是突如其来的风浪。有主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就不怕风浪，因为有他，也因为靠他，他就要为我们平静风浪。诗篇85篇。上主啊，你一向顾念你的土地，你让以色列得以重整家园，你赦免了你子民的罪，你宽恕了他们一切的过错，你不再向他们发怒，你收回猛烈的怒气，拯救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止息你对我们的愤怒。难道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？你的气氛永不止息吗？求你使我们再度强盛起来。作为你的子民，我们要颂赞你。上主啊，向我们显示你不变的爱，求你拯救我们。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。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。他的荣耀将充满我的国土。慈爱忠信彼此相迎，正义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以马内利的应许，要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有主你的保守。请你来掌权，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。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